金马奖颁奖典礼圆满散场，一寡电影工作者欢喜得奖，嘛足关心香港即马上新的角色。其中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作曲人罗律明，伊讲要甲这座奖献予香港，希望香港的人拢会当平安自由过生活，嘛要甲光明之日这首歌送予伫咧香港坚持理想的人。将《光明之日》这首歌送给所有在香港坚持理想、坚持。 一句想要甲光明之日献予伫咧香港坚持理想的人，引起真热烈扑克声。第56届金马奖大排名次昭告，袂少的电影人真欢喜摕到奖，嘛特别关心香港的局势。活下去才有希望，因为在未来才会有人知道这一切多么得来不易。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在你们的心中可以阳光普照，致自由。谢谢。 电影返校是这一摆金马奖的大赢家，得到5座的大奖，其中电影主题曲《光明之日》更加摕到最佳原创电影歌曲。作曲人罗律明伫咧发表得奖的感言，最后将奖杯举好悬，更自由，互袂少的人看到目眶是红起。原本以为这部做的是一部预言，没想到竟然变成是现实，然后。 现实竟然胜过动画的想象，香港的现况令人非常的悲痛。伊直讲无想到先甲讲的话会变做是真的。最佳动画底片金鱼，为着因为统治者伤过贪心，来造成世界美丽。导演王定玉共款表达对香港的关心，反送中冲突也搁咧继续，嘛引起电影人的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